再来关心，这南投县府呢是来争取到卫福部的经费，伫个中寮乡的爽文卫生室来设北中寮气科的医疗站，拜三开始看诊，让居民会当就近来看喙齿。医师设置替民众洗喙齿，南投县北中寮原本是一间气科诊所拢无，当地人看喙齿，拢爱到南投市也是草屯镇的市区，开车来回2点钟，若是坐公车，甚至爱浪费半工的时间。即马北中寮的气科医疗站启用，对拜三开始，逐礼拜看4天，民众真肯定。不过，若住较山顶的时段出门也是无方便，也有民众建议补贴补喙齿、做喙齿的费用会更较完善。要让更多人知道，它使用率提高的话，这样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益。山上的或者是独居的阿公阿嬷，他们怎么样出来到这个牙医诊疗站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问题。就爱走草屯啊，无就再走南投。这往返的时间拢超过7点钟以上哦。年纪大需要换喙齿，也是要补喙齿，也是要植牙啥。这若讲有一个方案会当政府单位甲咱斗帮忙。南投县除了山地乡、中寮、溪池、各县六国这郊区，医疗资源也真欠。这个县府争取卫福部补助经费，加上南投县嘅医师工会支援嘅医师能力，民间社团捐赠医疗仪器，让北中寮的气科医疗站会当顺利开幕。7个诊次哈，分别是礼拜3的早上，还有礼拜5、6日早上跟下午，长辈们或者是一些学童们哈，父母在工作之余也可以利用假日的时间来就牙科的部分来进行相关的医疗的部分。南投县府对去年开始也陆续咧6个乡、仁爱乡合作村经营村设医疗站。南投县卫生局表示，山区民众要去医疗站，若是无方便，会当向当地公所、医药幸福巴士65岁以上的长辈，若要做喙齿，也会当向县府社会及劳动局申请补助。记者辛平仪南投报道。